立法院今仔针对财政收支违分法修正草案开公听会，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，在违法的目的就是希望使来调整财政，和地方甲区域会当平衡来发展。财政部嘛以开放的态度来听各界意见。经过这25年的发展，地方也改制了，从2都变成6都，会希望说营业税可以100%回归地方。2050年，整要迈向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近邻的一个城市，整个对接这些一个城市转型所需要的财源，我想这项的指标也应该考虑进来。财政收支违分法草案已经有25年无修正啊。初5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办公听会，而且邀请22个县市财政局处等相关人员来表达意见。消失的15%拿回来就好哦。这个的话就是先把它找回来。农林渔牧的这个贡献值哈，应该纳入我们的指标。新竹市112年度上缴国税2889亿，全国第一。但是配回的统筹分配税款及一般性补助款合起来只有100亿，相当于每一个配回率只有3.5%，全国最低。拜托各位委员以及部长，把地方政府税收的贡献度纳入一个重要的考虑。连江县位在离岛中的离岛，那本县呢自主的财力不足，自筹款不到8%，分配款希望最少能够加到5亿。我也希望呢，在烟酒税方面能够做适度的考量修正。因为有立委小连续新增加提案，目前财违法修正草案已经为14个版本增加到17个版本，不过也无行政院的版本。早期财政部长曾翠云在立法院表示，会采取开放的态度，听各方的意见。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也差异，还有工商发展的条件也不同，所以税源也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差距。我们就采取开放的态度来听取各方的意见。曾翠云强调讲，财违法的目的都是希望会当平衡财政收支，和区域发展会当较较稳，会听各方的意见，做回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